俗语讲了好。病医师是大鼻孔病院的王牌医师，毋但真侪病人拢慕名而来，学习的医师嘛拢真希望会使伫个王牌病医师的教导之下，会使学到伊厉害的技术，顺利成为一个厉害的医师。到底代志安怎发展落去？咱做伙看落。听你讲完，我就要落屎。什么咧王名，什么咧王牌，我听到个王牌字来的，刷一个安尼。啊，恁三位，我有跟你讲啊。哇，我对病医师的敬仰如江水滔滔不绝啦。真正，哎呦，你主要是感受吗？会使随伫你的身躯边，我将来一定特懂的。你若要达到如江水日滔滔不绝。破地爱看嘛，刚做医生就好啊。裴医师，啊我来遮和你学习就是，学习就是要有一天嘛会当去看足侪需要看医生的病人，所以我会努力学习。嘿，医师哦，你的医术这么高明，你来看，你若吼，我相信你一定会甲我变瘦，好不好？然后变更较瘦。好啦，那时间是到，你外口犯贱梦，等伤久。来，讲人搞来，第一位，哎呦，好，裴医师就过来。哎呦，啊我啊未显，我想讲什么人咧？啊，是我啦，是我啦。嘿，哇你呢？哇啊你病历表嘛无看？抗病，忘记。看你笑甲咧心情袂歹了。嘿啦，袂歹啦，自从你顶边替我做出手术了后，我即摆哦，规人拢足轻松，足快活。新闻啊，你我顶回甲你手术，你慢慢咧乌白变，毋知手术倒去安离过啊。嘿，就规则拢互你超过啦，厉害嘞！最近好无？最近是拢真好，啊，毋过拢毋知影为虾米我拢安尼孤单一个人，啊嘛毋知影讲是毋是找无一个较舒适的，还是较迄个做伙欢喜迄种的啦。听你讲话吼，我小我淡薄误解你的意思。毋是，我是想讲，我就拢一直一个孤单一个人，啊，就虽然讲吼有人咧追求。嘿，啊，毋过就是无较舒适的迄种，适合啊，适合咩啦？适合。对啦。你安尼讲，大家误会，讲无较舒适的，敢若你交往足济，拢敢若无啥欢喜安尼。但是你，对来，当然。就袂合。啊是讲你最近都袂歹，啊是今仔日来找我是啥物另外？我有一个足困扰的，你敢知影？虽然我年纪有淡薄仔大，啊，毋过有一件代志。敢淡薄仔尔？一点点仔大，啊，毋过有一个数字就一直大起来，我足生气的。徛迄体重机徛起，安尼一直迄体数字一直变大。你徛咧棚啊顶悬。嘿棚啊，嘿，啊我足生气的，是安怎我的迄体重一直变大。你体重还比这有我是。体重来一直足大的嘿，我想要减肥啦。减肥。嘿啊，我想要减肥啦。是安尼啦，咱人到了一个年纪吼，你新陈代谢会较慢啦。新陈代谢，新陈代谢较慢。新陈代谢是安尼讲吼，新陈代谢。你安尼哪有算有啦，我即摆这裤拢要挤袂落去，你敢知内底脚大腿拢肥呢？你就买较大领的咯。对啦，是安尼啦，我医生啦，不是安尼啦，这个患者我家己处理。我最近冇这个问题呢。安尼我来找你看减肥敢有效哈？哎，唔，你来找我就对啊，这科我来专门的，我内面逐项都敢若妇产科无嘛，哦好逐项拢总有。减肥好，减肥这代志我来讲吼，你念面吼，你找这个较瘦的查甫。无，啊无这个较瘦的查某。无，啊唔是。找中这个。虾米？找伊啦，找伊敢有效？有，真正有效。一定。你找伊，伊就会甲你讲，什么物件唔通食，就袂变安尼。
对啦。所以他等伊来讲啥，我都要记起来。对对，你拢要卖食记清楚，嘿对。你一本可能无够有通记。哦，啊，你才烧好吧，烧成 CD 才烧好。不必烧。你吹伊，啊你以后想要食啥物物件，拢摕互伊食。对对，嘿哦，写写的，啊你烧。拆这张，嘿，啊，滚水有无？甲伊淡落去，煮的，啉落。哦，你慢点黑白讲，这对反正我还食。你对伊去啦。好，我带你去哈，好，一心再见哈，再见哈，谢谢，呵。哇，第二啊，你好。啊，叮咚！啊，来，第二位来。有啥物镜头？你坐来讲。等。最严重啊！迄个这查囡仔，你即摆是什情形？就我，无代志。我鼻孔啦，最近都一直拍甲唱啊，佮会流鼻水啊。我看你鼻孔都是，嘿，细孔啊，哪会遐大声？不是啊，就最近就困起来啊，佮有迄要困的时阵，就会安尼，有无？就是安尼一直。过来啊！一直拍卡唱啦，你看我目睭，安尼愈来愈肿，有无？会感染着哦，医生。我叫问，我做医生人的，我们逐工要出门要来诊所，大家拢注射，你放心。你有喷着无？无要紧，我叫我目睭我看觅。哎呦，小可含啦吼，这安算感冒啦。唔是啦，我就是有去 Google 迄啊，伊就讲这唔是感冒啦。啊，逐工就安尼亲哦，我的鼻孔敢会亲像迄电视内底迄个车车共款，鼻孔愈来愈大。哎呦，这个天气咧变化，吼，咱人就咧过敏性的鼻炎就会发作。啊，就拍甲清啦，流鼻水，你这就简单。我开一个药啊，你食，你等滚水加啉寒就好啊。真的吗？啊，我过来，我真系要死啊！好啦，你要死啊，无遐严重啦。我甲你讲，你镜头，你家己惊到要死，你根本就是鸟鼠啊空变做弯弓门。这第一句，还有第二句哦，开始。来，呛，不是，你安怎啦？你是安怎叫姑娘？我无爽快啦。看会出来，看你面嘛，知影面色安尼白白安尼，无啥爽快。就是我的鼻啊，最近一直流鼻水啊，佮会拍卡唱啊。无代志。就是一直拍卡唱啊，安尼唱，这样我先做啦。小姐，这两张用过啊。用过个太哥。顶救，你家己用的。嘿，啊，你这应该是感冒啦咯。唔是啦，我都有去 Google 啊，伊讲最严重的，就是讲你看我逐工安尼起来，啊，搁要困的时阵，就安尼。过来啊！无代志，啊，就是讲，你看我目睭有遮肿。啊！说你。哇！拍摄，爱吃无？爱吃。安尼感染着啊！骗医书。民间我出门逐工拢有先注射咧。安尼哦。逐工爱注射。你这唔是啦，你这算讲是咱这天气咧变化，吼，温度会改变嘛。改变了，人的体质无啥会适应，叫做过敏性的鼻炎，你无啥物啦。不是啦，我逐工安尼用到我鼻孔愈来愈大，我敢会亲像迄电视内底迄个碰恰恰共款。哇！鼻孔都大，真可怜啦。免惊。无遐衰啦。我甲你讲，你鼻仔即摆是毋塌的。嘿。鼻孔较大，较袂塌的。鼻孔愈大，你就继续拍，去了，大个甲碰恰恰共款。对，安尼你就好啊。千
请较济，请较济。这不是我医生啊，恁医生啊，你实习的呢？我要跟你学习啦。早一年你伤紧张啊啦，什么小拍卡球呢？安尼叫我你讲你这吼，你叫做鸟鼠啊，食油眼睛光。好拍鼓励。来，这边请。恁安尼黑白演哈，毋要有注意拄啊迄款情形，两句这俗语伫遐咧讲，俗语讲了好，哦，这查囡仔拄着安尼，怀疑东啊，怀疑西啊，那个感觉家己毋知去什么去Google，毋知对着什么镜头无伊的无，安怎有的无的无，所以拄啊医生讲第一句，鸟鼠空变做弯弓门，鸟鼠空你个想哦，鸟鼠空变做弯弓门，第二句。鸟鼠食油眼睛光，来，这个情形感觉第一句对，听举手。这位静文姑娘，你现在认为这个对？因为我感觉伊一直咧烦恼伊的鼻孔会变做甲你同款大孔，所以迄鸟鼠孔变大孔的感觉就是这个这句的意思。你解释了真正太简单了。就行的呀，对吧？是。另外这两位无非赞成迄个鸟鼠食油眼睛光，你拢要举手哦。你搁咧想嘛？这个答案对你是？啊，伊的迄鸟鼠啊，要食油啊，啊，迄伊的目睭就会光光，嘿，所以就是想济啦。哎呦！后壁这我较赞成啦，想济，我较赞成你3字呢，就是讲你拄爱咧，早间这个患者可能伊想济。标准的答案是啥物呢？老师有听来。头我碰过解说吼，鸟鼠孔、细孔，啊，弯弓门迄啥足大个。啊，本来伊讲这啥太鸡用牛刀啦。啊，本来细项一工代志，结果你要舞到遮大条。所以像医生嘛，本来过敏尔，啊，惊到要死，而且伊吼，伊搁真骨力呢，虽然滚床前吼。骨力咧找 Google， 啊，冰冻来去酷酷，吼。啊，即马现代社会拢爱找 Google， 这是一个真好的方式啦，吼。啊，另外就是迄个，像讲吼，小可代志比我足大，伊早咱较老辈讲啥，磕着吼，着栽公红鱼。咱头讲着磕着伊咩，对不对？磕着伊咩，伊就讲哦，这代志大条啊，其实无啥代志。西公红鱼是啥？找西公啊，西公蚂蚁啦，吼，啊马是先生嘛，对。啊鱼是红鱼，吼，等规来请来，啊其实。甲磕着因讲啊歹来，甲跋倒呢，伊感觉哦，这大事不妙，啊，找一大阵人，所以太鸡用牛刀，代志我伤大啊，就亲像头安尼啦。啊，鸟鼠啊，食油眼睛光，你看眼睛就是讲着啥话？顾前，无顾后，食饭啊无留种啦。啊，你毋通吼目睭看着鬼，啊骹踏着火，人个吹甜鬼讲哦，较好食，随甲走过，结果无说你骹去踏着火种，安尼就好。哎，这两个意思无共，所以这条答案应该是鸟鼠啊空变做弯弓门。对唔对拢无要紧啦吼，今日听老师解释这两句这俗语讲了，这两句俗语咱就了解到意思啊。真正我嘛唔知呢，哎呀，家在有老师伫，甲老师拍一个波来，谢谢。